最近大罢免连署传出讲有一寡造假，也是讲已经过往的人的连署书。今仔早起嘛，佮传出讲国民党发起罢免民进党立委吴思瑶，甲5派役的调一人李浩亮甲刘淑银，徛假互敲吹。这两个人拢伫面册发文讲，因可能会互收押，也毋过因未开复。调查局的台北市调处嘛，证实讲有约谈这两个人，也毋过详细内容无方便说明。中选会嘛回应表示讲，调查发现造假，也是往生者连署案件，计共是有41件，其中有39件已经互告发了。台北市调处头前的车辆来去，有人亲像风带入去约谈。大罢免弄掉，传出有假造也是死亡连署。调查局出手调查，其中国民党青年发起罢免历任立委吴思瑶、5派役调集人之一的李浩亮，则是早起7点多到伫面册发文，讲调查局来啊。另外一个调集人刘淑银也破文，讲可能会互收押，也毋过未屈服。也强调，今仔日的连署活动暂停。一方面，我们当然一定尊重司法吧，但是我们希望勿枉勿纵了，也不要有政治目的的。躲在背后的国民党的大人们，黄吕锦如不要藏起来，朱立伦不要躲在年轻人的身后。吴思瑶呼吁国民党唔通互少年人伫头前当枪子。除了李浩亮、刘淑银传出罢免吴思瑶调集人赖依仁也互搜索，也毋过也未证实。罢免连署状况若是这一件，花莲罢免南亚立委卜君奇连署书有4000份有各样，而且连署过的民众赶紧中签。正告中选会，到时候审查的时候，不要所有罢免立委的。罢免蓝委的提案都当作的那个这个版本的这个联署书都当作他的这个违规行为都当作没看到。罢团慎重起见，找联署人要重签，的确是谨慎且负责任的行为。而国民党罢团的死亡联署，两者形成强烈的对比。另外，国民党立委罗志强早起去北检提告总统府秘书长张敦涵，造谣南北三党有选，鼓吹罢免。随后也了家己办公室的姓陈主任也互搜索带走。这期执政党启动将被在野党的机会，也互罢免大战继续拖烧。公司新闻采访报道。